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火子，恁的网络好厝边。今日是咱火子爱开讲的头一集。今日毋知安怎吼，雄死的人拢变做小古锥的。咱就请来宾介绍一下家己好啊。咱先为咱倒手边的刘沙琪桑来，咁样请你介绍一下你家己。我要安怎讲咧？我约萨去。你平常时拢咧？请讲。我伫迄个退区遐。毋过我啥物拢开，所以啥物拢算，差不多是安尼。多谢大家，拜拜。后一位。我想讲，后一位，好，歹势。你遮来就要拜拜哦。我要拜拜，一开始就要讲拜拜啊！无，后一位。后一位是我是火子，我毋免介绍。好啦，咱请迄个哈娜丽卡桑介绍一下家己。大家晚安，我是丽卡，我平常时是伫 YT 开台，平常时常常咧唱歌，也是耍游戏，有当时阵嘛会分享迄文言文的部分，好，后一位。大家好，安尼我是银白我平常时嘛是伫Twitch较济啦，有时嘛有YT 开，我是平夜有书，所以有时一个月拢会有一届到两届，拢是甲大家介绍讲药有啥，有啥物爱注意的啥，就一个月大家拢会讲这啦。平常时就是拍电动较济，剩咧拢是打电动有时一个月就是做讲歌药的物件安尼，这是我家咧在做的代志。了解。耶！咱四个应该算是淡薄仔青分啦，吼，无工作习惯。无啥实在，我无就笑着。对，敢莫甲大家小姐问好，我意思毋是意思啊，无啦，甲大家小姐问者，伊头条去请上暗安哈娜丽卡，有两个，一个伫我边仔，一个伫开讲室，暗安，有鸟味古水三处风处人暗安，好，安尼，咱因为无讲作熟悉，所以我有准备一个算是破冰的即个 game 就对啊。毋知影恁敢有算过呢？这好做啥物？这好做菜园、餐园、果子园。是啥事啊？菜园、餐园、果子园。是要食果子哦？无啦。我有。你有咧食？你有果子是啊？我家己炸。你家己有炸？够厉害！你是为遐吐出来？刘沙琪家己有果子，家己有炸便当，有够厉害！你家己有炸便当诶？毋是，你是为你的喙内底摕出来，去甲煲转去哦。毋对，用动机。你嘛是真方便的，想要食就有通食。大家学起来哦，若是迄个物件食无够，你会使吐出来，去食一摆哦，吼。好啦，感觉怪，对，我拢学白讲。好，就是这个 game 伫中文或者菜园、果园、动物园，我就甲搬过来，变做会使用台语来算。好，我来教大家安怎算。小等咧，就是咱大家人吼，咱有坐做一排，就是为倒手边甲正手边，就是刘沙琪我丽卡有银白，所以就是讲，小等咱就轮流来出题目，轮到要出题目的人，就爱念讲餐园毋是菜园、餐园、果子园，刷来我就爱讲迄个题目是啥，比如讲我会当讲题目是果子，刷来我正手边的人，就爱照迄个节奏。咱就爱照迄个节奏正手边的人就爱讲一种果子，
嘿，比如讲苹果，嘿啊，你较讲了就换银白，啊银白嘛爱讲一种果子吼，比如讲啥物酸影安尼，啊咱就一直轮，啊轮甲有人讲袂出来，迄人就算放枪安尼。啊，我感觉我是上讲袂出来迄个。哇，安尼，我想一个，想一个。嘿啊，这部分哦，对我来讲淡薄仔难，算是咧不是淡，薄仔不利难，考大家台语就对啊。要求人家难。第一爱就好的呢。不要紧，一定咱嘛无真正咧比一个输赢，咱就趣味就好。安尼就先为我遮出题好啊。好好好，好啊，好，来吧。安尼咱开始哦。好，我其实有先准备题目，我先偷看者。菜园、田园、果子园、动物，这是，然后我就爱讲一个动物是毋？是的。好，狗、告哦，第枪、龙、换金白吧？是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气鹿、牛、抓对鸟鼠、兔、低第个毋是讲过，讲过猪啊会使讲吗？啊，刚我讲过，有啊，我讲啊，我讲猪啊，我都是讲低哦。头一摆是讲猪嘛？系啊，哦，恁记忆足好诶。哎呀，我记唔得去啊！哎呀，安尼鸡啊好啊，对啊，鸟啊，等等我拉力是穿山甲，麒麟咯，愈来愈奇怪。啊长颈鹿吼，嘿嘿啊，鱼骑鹅、啊，象讲过无？象，枪哦，你讲鼻仔足长诶。想到嘿嘿嘿，有，我头一个讲诶，哇，啊，讲啥无讲过？救命哦！来，观众朋友敢有要甲救？啊嘛讲过，鸡嘛讲过，刺牛、虎兔、龙蛇，羊有讲过无？羊无啊，应该无。羊哦，好羊，哈哈哈！乌龟白灵溪水鸡、啊，鸟仔有讲过无？敢若有吼，我无确定，鸟仔有吗？有人会记你吗？真正记袂起来。系啊啦，鸟啊，印象中无，应该无吼。应该无。好，嗯，没有人家想的，够啥？啊！我讲话敢想无？完啦，我死啊！唱啊！够啥？想看卖哦。会飞塞啊！狮是毋是无人讲？塞无应该无人讲吧？哦，廖沙奇敢有？好爱啊，对，伊应该是讲。灰鸡，哦，火鸡。迄个狗虾。听要笑。骑鹅，骑鹅我有讲。鹅有吗？哦，安尼鹅呢？无。好鹅，好。
狼应该嘛是动物吧？会使会使。刷鱼，酷鱼，英国，诶，诶，鹦鹉是啥？哦，英哥哎呀袂晓哦，英哥袂晓用台语。哦，哎英国，英哥是啊，好，好，英国。开始吹，可是现在想无呢，哪里？我真想无呢，够啥？我真想袂到，我个会叫啥物？迄动物的台语。毋过即题大家已经足厉害啊呢，咱可能有讲20外个，应该有哦。应该有对不对？真那是较想细汉的迄种名虫仔吗？哦，会使啊，我有讲狗遐，所以应该虫仔拢会使。毋是，是譬如讲鱼仔嘛有真侪种。哦，若是讲无共种安尼有算吗？若讲会出来就会使啊，啊，讲会出来，问题是要讲会出来。讲会出迄个名就会使。好，哦，你佫一点有哦。我伫餐厅有做几工，讲有几个库存通甲用。哦，你这海产专门的。我真无懂，若讲专门植物我会使，我植物会使，动物我人家无啥使。不要紧。即摆是轮，即摆是现在是什么？轮到我，都问题是我想袂到。不要紧，你若我今晚在看的有伫甲阮提起。鲨鱼要安讲？刘沙琪有讲刷鱼的无？说吗？鲨鱼哦，伊讲过鲨鱼是鲨鱼哦。就是刷鱼。有啥？我现在想无诶。不要紧，你啊认输的换你出题，我认输，嘛是袂换歹。我出题啊，对，换我出题啊。换你来甲大家考啊我。应该我来教个课哦。啊，拄仔是讲啥物规矩，啥物规矩诶？啥物？菜园菜园，哦，你是菜园长园动物菜园园，然后还有啥？长园、规矩园。郭靖园，嘿嘿是。呀，安尼讲一部好啊。植物哦。刚会想过难。你讲你专门的，这样，我专门的啊。原来是不离难。高丽菜，对呢，菜拢算菜拢是啊，你食的菜拢是啊。好，安尼无代志啦。哎呀，你平常时食的菜拢是啊。安尼好，好，玫瑰、燕菜、含红草、香菜，番薯、吞虾菜、生草、金针菇，二叶、菇菜、零星、车查某，恰查某是菜啊。菜查某甲含红草是共款的物件，嘿，哦，但是无共的讲法。含红草是先锋草啊，恰查某嘛是先锋草啊，是共一种啊是，但是是无共的讲法，无共的讲法。哦，安尼有小准绳。白菜讲过吗？应该是无啥差啦。小白菜有讲过吗？应该嘛无。无好，安尼小白菜，你要改哦，我想讲，嘿若是无共讲法会使准绳，安尼我头仔讲番薯，我即摆讲猪菜好啊，共款的，一个是叶啊，一个是根。安尼话我嘛，好，换你。我袂记我讲过啥，系啊，过鸟，哦，生草，你毋是头仔生草你拄讲生草？则有讲过，都要讲过哦，我都要讲过生草，安尼车机好啊。哦，等我一下，我想袂出来。等一下，我无讲，我无讲哦，我无讲哦。无讲放弃好。叫你，搁咧迄个荆醋。我通啊，趁伊想的时阵，问大家安尼，譬如讲冬瓜啊，迄款的，
嘛是算植物吼。当归嘛是植物啊，你是讲冬瓜还是冬瓜？迄是两种物件。当归跟当归无共哦对。冬瓜。啊，冬瓜。冬瓜是冬瓜，嘿对。那应该算嘛啊。算吼。嘿。好。米仔菜。等等，我想一下。海菜。藤虾菜。加当。高丽香。桂啊泥。当归。对吼。甘蔗。甘蔗。万年青。冬瓜。不啊。洋参啊草。花仔树。仙人草。菜龟。土仔菜。土仔菜是啥物啊？土仔菜是民间是，迄是民间的蒲公英，嘿，就是咱中药用的蒲公英是台湾蒲公英，还是讲西洋的蒲公英？嘿啊，民间若讲蒲公英，就是用土仔菜，是一种看起来较像蒲公英的一种菜，啊，食起来足苦的。迄会使食哦。迄会使食。哦。啊，你若讲你去台北龙山寺遐外口有一个切草一堆切草店，啊，内底外口会买讲有一个蒲公英食，嘿，迄就是用这。迄汁是苦的。足苦的，啊，足退火，足退火的。竟然是安尼。内底有人问洋参菜是啥？洋参草是迄做酱草。洋参草是做酱草。这种是做药的是。做药的对。无怪你拢知。无，因为我平常时我平常时有带老人去外口，啊，去看讲外口有啥物菜，有啥物植物会使做药安尼。啊。所以我较知影这。啊，你去就直接就现办就互因食。现办互因食，对啊，直接办起来就讲这是啥物菜啊？这是啥物草会使食啥？会使做啥物用啊？啊，民间是用啥啊？因为我研究所嘛是做切草地的，所以我嘛是常常会讲台语去，甲迄切草地迄店面问讲，你的药啊是啥？啊，要安怎用安尼？啊，伊爱讲台语，伊无讲台语，你会去互店主讲啊，你到底知影是毋知？趣味。看你严格哦。有时伊会骂人哦，伊会感觉讲，啊，你就一个少年人，你就啥物拢袂晓，你来遮创啥笑？你真正会安尼哦。这甲迄个电火用的歌词相共嘛？你就讲你台语嘛袂通，啊，有时候你就是爱知影一寡行仔话。哦。你爱知影讲，这有草是安怎讲，安怎叫，啊，爱知影因是安怎叫的。你甲有法度甲因抬讲伊甲会甲伊讲说，啊，你安怎食这药啊？啊，就是讲伊用啥物物件。啊，你若讲拢讲袂出来吼，迄店主有时候真正会变面哦。会变面哦！我就是无爱甲你插，结果会变面哦。有一寡会变面，我真正有我有一间店，我去内底，我甲因问，啊，我想讲，我就讲我是倒位学生嘛，我想讲我要做一个研究，你敢会使互我问一下？然后伊就甲我卖30两斤，然后无30分钟歹势，伊就甲我卖30分钟，一定卖30分钟，卖了，啥物拢无讲，甲我封气安尼，叫我出去安尼。恐怖。就是安尼。安尼咱是着啥去？啊，毋过金贝你头仔讲啥，我煞袂记。都说头仔说啥？都叫有人问哦，土仔草。好啊。甘蔗。甘蔗，对呢。这嘛是会使食。
酸啊，东欧鸡西顶，乌头，迄是应该有蚵吧？哇哦，嘿嘿嘿嘿，哦哦，巴拉，苦瓜鸡仙草，菜头鸡仙草甲仙草无共哦。哦，菜头，菜头好，咖啡，你上爱的物我件，上爱呢卡玛桂花，蒜头，蒜头啦，蒜头哦，，蒜头，啊，颠倒是我想无啊，无可能果子一定足济，樱花，姜拄则讲，无讲叫法敢会使，袂使，我讲叫法会使，讲一个字，无头仔是讲叫法哦算会使安。尼，鸡仙草是南部的，北部是讲五根草，好，我拢听无，欸毋过袂要紧。讲一个字啦，嘿，讲一个，都是车前草，哦哦，莲藕，哦，莲藕，我是安尼讲，哦，就是迄个脆脆啊卤味内底会当食的。嘿嘿嘿，就是迄个，嗯，丢啊应该嘛是食物吼，是，是，哎，桥哦，哦，四五家，桂花，诶，桂花，桂花有我人讲拄则讲过，嘿，我拄则讲，槟榔啊，哦，嘿槟槟榔榔迄嘛是对，吧？槟榔，嘛是土内底生出来的是，哇，敢讲我要倒啊？无可能，彭哥敢有讲过？广告无，哦，无好耶，苦瓜苦瓜毋是你讲的，讲讲，苦你瓜有讲过，嘿，你讲安尼，还有啥咧？菊花哦，这应该无。满意，哇，木瓜，哦，我想要问一个问题：山苦瓜甲苦瓜敢有相共？哇，苦瓜是苦瓜，可能是苦瓜是品种改良过的，啊，山苦瓜是山苦瓜，两者是无共的字，嘿，水，好，山苦瓜莲藕有讲过无？应该无。无，印象中无，麻糬果，麻糬果就好笑的一个，雷梦，哦，哒，好无？麻糬果是啥物啊？麻糬果是夏田菊，迄是民间咧用的，伊有麻糬果啊，夏田菊，甲有咧竹结红，拢会使，拢是同一个植物，啊，迄，一般是咧食，你若有发痒啊，还是讲你嘛是褪黑的啦，系啊，哦，好，我发现着算犯罪中文，我嘛是毋知影即个物件。这外口较少，一般拢是切草店较有咧卖。哦，了解。啊，还有啥？啥物菜？无可能果子一定足济。金蕉。奶鸡哦，麒麟去比拉草，往来，讲过，哦，无讲过。哇，你头仔迄个李卡头仔讲联影的时阵，就先甲来子想好啊，是吧？嘿，对，无毋对，恁都无讲，我真欢喜。麟跟个来鸡，
啊，果子搁有啥咧？果子搁有干妈啦，妈走啊！关麦哦柳丁哦，柳丁啊，柳丁甲干妈嘛无共。对，哦对，无共，差足济。安尼碰柑柑算另外一种。刚刚应该嘛是无共的，耶，安尼西瓜有讲过无？那就无呢，那就无。西瓜红豆西瓜，我红豆，莲雾有无？诶无，好，无好绿豆，葡萄，好的，安尼来一个丁巧屋，杨这应该嘛无人知影。水果啊，叫杨苗桃，哦聊天室我来讲，哦，椰子嘛是开讲是有讲啊，无人讲对无？哎呀，耶，椰子，好吧，是水果，空吧是水果，空吧是？水果。哦，我无讲空吧，空吧想讲诶。哦，我耳仔可能有问题。我俩真是空吧？我听就讲吧。那安尼我拄则讲是水果啊。哦，是结果啊。哦，是结果，哦，讲毋对啊。哦，你遐是毋是有另外一种讲法？嘿嘿嘿逐嘿，摆拢问这。无好讲吧？莫讲，大家听李卡送的腔，可能知影我要讲啥，恁家己去研究。萨奇无去啊呢？嘿哈嘿，无去。我来无去哈？敢是网络无好啊？我看应该是网络无好，安尼我个跌无？我写个跌。啥个伫的？应该是好嘿，写有伫哩。你的名是红字的，敢是你长线，亲像长线风吹安尼？安尼我应该是个礼拜。 BTS 登山。啊，嘿，我过来啊！欢迎登来。欢迎欢迎。安尼我要先讲吗？有我了吗？应该是我搞我吧，啊，应该好，是应该是。你先倒秋芳，哦看骨灰，哦，你卡上有讲布啊，啊无人讲菜瓜，安尼我菜瓜菜瓜有讲吧？哈有。啦我甲菜瓜我是上下。哦，你嘛是想好的，你不话谁菜过？呀，你啊，无问对，无问对。无花菜。四家，四家哦，释迦是家吧？四家四家啊，释迦啦，释迦啦，我讲啥？呀，四家，好，四家。益波草，我的我在讲益波草，草木迷，我讲草木，好美。草莓，还是草莓是哦？哦草我莓讲草木迷，哦，阮兜较罕得食，因为足贵。啊，文旦啊，有够济。来啊，哦，有讲过吗？无呢，对无来？啊，好，安尼来一个抓破好啊！哦，我咧想吼，草莓，等一下，啊是柠檬树咧，柠檬甲柠檬树啊！对，雷蒙甲雷蒙球啊！对不啦？今嘛认马输，算是啦。摕你无法的。会使换你出题无？哦，娃娃吗？你若讲无，那真正想袂出来，就是应该是安尼吧。我拄则嘛是真正想袂出来，我就换我来出题目，然后就靠大家开始欢乐。免做严格不要紧，啊，毋过我感觉这，甘呐，你要出啥？啊，
我出题哦，我想讲我有想到哦，请你有想到讲请讲。继续讲啊，会使会使。橄榄，哦，橄榄啊，系橄榄，啊，敢若哦，黑色的迄个伫迄个 Subway 内底出现的迄个。嘿，迄个哦，会使煎，会使迄个好做啥？会使做油的哦。我想看觅。知。结果是我想无哦。葱是毋是无人讲诶，长下真无人讲啊。啊？水啦，香菜，川菜，迄是啥物？川菜那个川七，哦，听过，啊，毋知影咧创啥的。云南白药，云南白药就是内底有坑这重要的川菜。啊，民间的山产有做一个炒川菜，迄是另外一种，啊，迄两个无共。嘿，重要川菜甲咱山产咧食的川菜是无共的物件，哦，啊，拢叫做川菜。好，咱会使讲两解。有啊，蓝莓，哦，蓝莓啊，嘿，哇！我细汉时，阮阿母拢会做迄个 pancake，拢会加迄个蓝莓。好，讲伤远。我哇，阿哇，布卡勒，哇，真正想无啊！阿布卡勒就是迄个有人讲酷来啊哦，迄个洛梨阿布卡勒。哦，原来叫做这哦。我听迄个有的所在是讲阿布卡勒，可能日本话来啊，有的所在讲酷来啊。招来！啊，啊，蕉来啊是啥物？招来啊，鸟梨，一种较细粒的来啊。毋过有听过这个名，毋过我即嘛毋知影是。迄是一种来啊，问题就是较细粒安尼。哦，啊无共的物件就对啊。甲咱平常时食的来啊较无共，迄是无共的物件，迄品种较细粒啦。哦，啊，安尼我到我遮就讲气仓好啊。哦，樱桃，诶，樱桃是毋是有讲？樱桃，那像你有讲过哦。真的吗？哦，嘿对，糖葫芦的迄款来啊，袂蕉来的阿嬷是蕉来嘛，敢是安尼？安尼乌梅，哦，你做侪梅呢？我真正无报。好，无我认输好啊，而且即题嘛算足久啊。这讲话，阿慧你讲知影草莓伫民间嘛有人叫，气泡者拄则我讲的抓泡，佮有一个叫气泡，问题是三个应该是无共的物件。哦，抓泡嘛是类似的物件。抓泡、气泡甲草莓应该是三个无共的物件。我是捌听人，我毋知影对啊毋对啊，毋过我是捌听人讲气泡是较野生的，啊草莓可能是较迄个较有改良的。一般咱咧食的草莓应该是一般种应该是草莓啊，抓泡较是野生的，啊气泡是外口看会到啊有刺的，才会叫气泡。哦，无怪叫气泡，爱有刺才是气泡安尼。嘿，外口爱有刺的，啊看起来像迄草莓的叫做气泡。啊，你外口看到足细粒，啊看起来像迄草莓的，迄是抓泡。哦，你直接回答我即个足侪年的疑问呢，我一直拢做无确定。所以一般伫外口是安尼叫啊，所以有人咧讲说，有人讲草莓应该叫气泡，但问题是真正爱讲是两个是无共的物件。啊，竟然是安尼，原来是安尼。
好，恁讲有想要继续耍，还是要自由开讲，我是拢会使。我感觉会使自由开讲诶。好啊好啊，拢会使。拢会使，看恁我拢会使，我拢会使，看主持人。好，请问大家最近过了安怎？无啦，我其实有小准备迄个话题啦。我想讲，逐礼拜惊大家无一个方向，我想讲，我最爱啉饮料诶。想问大家平常时拢食啥物饮料？平常时我拢啉茶，哇，若是有健康诶啉。饮料的时阵拢啉茶，有糖的迄款的。好，毋通安尼无健康。爱食有糖诶。拢已经开钱买饮料啊，对无？若是要无糖的，家己泡就好啊。那个爱出去买？有影，呢，所以有糖的饮料，茶。哦，我是乌龙茶较侪。啊，你的乌龙茶有放糖无？嘛会使无，嘛会使无啊，无要紧啊。你是外口买的，还是家己泡啊？我较买啊，哦，其实我伫外口买的时阵，嘛是会买迄无糖的。我有当时阵嘛是会啦，毋过若是想讲到伫外口买啊，安尼我就会放有糖的。哦，阿慧毋是拢食咖啡的哦。对，我是食咖啡较济，啊，毋过一工嘛袂当，无就是讲一工袂当啉3杯咖啡，啊，毋过啉3杯茶，那像袂要紧嘿。应该嘛毋是安尼啦。啊，毋过啉茶袂困袂去嘛，甲啉咖啡共款。对啊，因为我迄个咖啡中毒足严重，所以无差。已经食到无尴尬啦。是，无对。嘿，我若是下晡5点搁啉茶，安尼我迄暗可能3点才会困。哦，安尼算足严重吼。甲我差不多。我那嘛是愈无啉，嘿，愈无啉就愈严重。若是定定伫啉就搁还好，嘿，嘿，算不离敏感对，甲啉白共款。我嘛无啥会使啉茶，啉茶食咖啡拢无啥会使。安尼你饮料拢食啥？我啉水较济，阮朋友无使咧叫饮料。哦，有够健康啊！药师啦，我介会叫意饮料吗我会啉啊，问题是因为咱朋友咱又叫无啥咧叫，所以我平常时真正食无啥饮料。我若要食饮料，就是去迄个超商迄外口买一罐迄原萃还是啥安尼，我就安尼尔无。啊，哦，迄无糖的安尼是吧。都算不离健康呢。若会使我但问题是有时我去店面内底我找着，有时要迄青草茶，还是讲生草甘茶嘛是有安尼，我啉这较济。即款的都是真健康，真正真健康的安尼。系啊，就研究所做了迄研究了，我就有时看到青草茶，我就想要去买一杯来看卖，伊是安怎做的？啊，听起来都养生呢。即摆就是较定咧找迄青草茶，还是讲生草嘛是较定咧找啦，嘿啊。啊，人家拢无，有时上班啦，有咧叫饮料，我就爱叫有料的，啥物料拢好，有料就好啊。哦，哦，嘿，我有聊的啉较少，我嘛是。因为有当时阵我感觉讲伤甜。我是无法度，有时上班就是靠这靠这动知场。无食饭靠这安尼。知。若有叫饮料就是安尼啦，因为一般会叫一般咱有叫饮料，就是迄工就无用的，无用甲真正足痛苦的，才会叫饮料。了解，是无闲甲可能无通食饭，所以规气叫饮料较紧些。食饭嘛是会食，但问题是就是足忝的，忝到就是爱食精寡神上会甜的物件，嘿，心情爱食寡才会甜的，较好无真正心情就袂爽的。了解。哦，我有当时阵嘛会安尼，啊，你是讲无闲的时阵就爱叫饮料。就是若是我迄规工拢爱开会，我就会买一杯饮料，啊，搁爱有料的迄款的，啊甜甜安尼，食起来安尼心情才会较好，心情无就会感心情觉讲哦救命，心情好心情爽快较重要啦。嘿对，逐摆有人讲啥物食这无健康的时阵，我就甲伊讲，迄个心理健康嘛是足重要的。对，对，就是安尼。无毋对。
对啊，哦，所以基本上其实咱拢较无咧食有料的是。嘛是有啦，哦，一点点较少加少，较少。安尼刘萨奇，你若是敢若会当经一项料，你会经啥物料？荤贵，赞，哦，很贵哦，哦，真正诶，哦，你嘛是哦。真正好食。嘿好食。我就爱食这种，我叫是啥物粉圆之类的，竟然是。啊，荤饮我大概啉了，拢纯荤饮，哦，我嘛会。哦，荤贵就袂。所以是安怎粉粿的呗？我会一直食着粉粿啊，迄个速供一直啉着迄个粉粿啊，我会去找迄粉粿伫倒，先个食了。是甲脆脆。啊，食好吹啊！介意食先食就对啊。哦，通常嘛做大地啦。对啊，一条一条安尼。我家己，因为我之前捌食过迄粉粿，就是有迄个油油的迄个味，无啥好食，所以我就一直毋敢食。安尼应该是你去的迄个饮料店无好食。嘿，问题，迄粉粿一般袂油油。系啊，粉粿应该还好，那毋是市场伫卖迄款的，应该无应该真油才对。可能我食着无良心的。佫有啥物？佫有迄个恁有食过普丁奶茶？哇！铺丁，我有食过，但问题是我袂去叫。我无啥爱，我嘛无啥。这个时间我会叫叫迄啥爱文芒果、爱文酸呀，我也会叫。我叫内底有酸呀迄种诶，迄是冰，热天我会叫酸呀。迄是拍做迄个冰刷。做冰刷嘿，我会叫。今年爱食一摆，无食着我就感觉今年无食着。今年热天欠一味啊。嘿，欠一味着。我上班一定要食，我上班嘛会叫，就是叫一个酸鸭来食。对啊，恁上班毋是通常袂当食酸鸭的？出小遐济。系啊。你我有一摆上迄大夜班，我按时伫遐一个人，我想讲，巴肚就枵的，望一下我的册包，哪有一粒往来酥，我就食掉，食起。有安怎？食了。问题是足好耍的，我食了迄样啊，我会使困的。我困到透早，都无弹下来。哈？真假的哦，所以这是都市传说迄款的，就是可能无准绳。有人有有一寡人有是往来啦，有一寡人毋是啦。有一咱就讲，靠人的体质就对啊。有人是往来体质，有人是恁个体质无共。是有听讲是有的人的体质，就是食啥物其实拢无差，有的是一食就出代志。哇！竟然是安尼。对啊。我想看卖。无咱拢有人会平常时体，就有时咱有一个同事诶，因讲伫外国做，伫外人遐做代志。外人爱讲做工课啦，伊就会有时会采迄啥酸鸭干摕来啃药叫。伊若摕酸鸭干来哦，迄一个月就足忝诶。安尼叫伊莫来。你若摕着酸鸭干来，一个月就出代志。上啥，顶届摕酸鸭干来就 COVID 出代志。COVID 就来咱病院啊，咱病院就开始群聚啊。这大条呢，这做大条呢。伊摕酸鸭干来就开始群聚啊，有有一摆是安尼，有一摆我袂记是啥，反正就是摕酸鸭干来就出代志，就忝诶安尼。恁袂当无爱收啊？就囥咧零食遐。你嘛无注意到无？有一工就上班看到很奇怪，那会遮有一包酸鸭干。哇！你就开始感觉惨啊！我记这个月咱袂使休困啊。我是有听过嘛。袂使记抓得着。这算是互偷坑。伊用偷仔摕出来，然后你那有一工上班就看到，原来有酸鸭干伫遐，惨啊！真嗨。系啊，我这个月要怎上班？就是安尼，伊拢偷仔摕来。
哦，我是有听过个较粗残的，伫迄个急诊，放迄个每日 C， 哇，夭寿，哦，哦，迄真正会出代志诶。诶，这恐怖，袂输放炸弹呢。加要求。对啊。我想看卖饮料，好啦，无一定爱讲饮料的代志啦。请问大家敢有咧上班啊？哇，我真袂晓开讲。我有在上班，毋过我上班算讲较伫厝诶迄款诶。有当时阵爱去台北出差，毋过大部分诶时间拢伫厝诶。哦。不哩爽，害我无想要换工课。未来的工课拢想要找即款的。安尼敢袂当卖换？即嘛还阁会当卖换，毋过嘛毋知影以后嘛，迄嘛毋是我通啊家己决定要做就通啊做的迄款的。你讲出差，阮讲出张，你敢有听过有人讲出张？我是讲出差，我嘛是，咱家嘛是讲出差诶。哦，可能出张可能为日本话来的，应该是。张是倒一个啊？张就是一张两张的张。哦。嘿，日本话应该嘛是安尼写。刘沙去上。敢若无啥听过。嘿哈。无啊，关心一下你平常时拢在创啥？我平常时嘛无咧创啥，毋过我差不多要找着头路啊。哦，恭喜！恭喜耶，找到头无？后早7点爱出门啊！要求早7点真早呢。我去转来会使放松一下。哦，就是转来就无用，无迄种下早较无人，下早到下晡较无人，迄因那时阵遮侪人，安尼我无爱。对啊，做咧差不多的工课，所以搁做一遍，所以咧等咧头家来甲我找我去讲开讲者安尼。安尼嘛够袂歹，若是无啥代志。今仔才打电话去甲伊确定一下安尼，我会想讲那还袂回我，伊讲伊伤无用，对。所以这点少努力去，等于效果较足。若是去上班比如讲人客足少着足闲的时阵，迄真足快乐的，就是毋免做啥物代志，钱嘛是照算。嘿啊，上爱即款头路啊。无问题。无啥代志，佫会使摕钱，迄真足爽诶。够冷气在吹。哇，对呢。免费的冷气真正是，伫热天的时阵，若是伫厝诶做工课，真正迄电费真正有够济。要是热天时，我拢想要当咧药桥，真正足爽诶。药桥的固定，药桥的温度固定24度。咱袂使较悬哦，爱固定24度。冷气是互药仔吹，毋是互人吹。你上寒袂使关冷气哦。所以迄爱开规工的迄款的。规工24度安尼。袂使关，所以咱遐就凉的。有人问讲，人讲要放松，我讲想要放松，毋是，我是讲转来佫会当开台哦。我叫是转来佫要开台继续拼。对，转来就是开台。开台对你来讲是放松安尼。差不多。毋过有时阵开过头，差不多有一届为38点钟有30点钟拢咧讲话。哇，那真辛苦。哈，我敢有听毋对。真的。38点钟。38点钟有30点钟拢无咧困，拢咧讲话，拢咧耍，无放水的迄种。哇！安尼袂伤忝。就忝啊！毋过迄时阵就快乐。安尼即摆袂使啊，即摆已经老啊。迄是少年时才会当安尼。少年时会使安尼。即摆差不多4点钟拜拜。
你会高啊。4点钟嘛真久啊，个嘛。我开台嘛，我可以2点钟就感觉就忝啊，我想要困啊。2点钟真正我嘛是2点钟啊，差不多啊通啊来关啊。我嘛差不多，我嘛是4点钟对我来讲算足久啊。哦，安尼你作用。若是拍电动，个还好；若是一直在讲话迄款的，对，感觉讲哦，夭寿啊。讲话真正差不多，我上久讲过2点钟的话。就是讲一个人安尼讲，嘿，哦有人我就会，反正我就家己讲啊，家己甲家己讲话啊，有人就会听，有人就会回啊，差不多是安尼。哎，毋过耍游戏较紧，毋过就无啥人会开始讲话安尼。有一届反正有一届是我讲话先讲到一半，我讲我爱算转盘，看转到跟就像就6百，来6百就是甲伊变10分钟吧。啊，结果我真着我家己，了后，我的路由器就歹去。哈，我着不止10分钟。差不多3-4工才转来。嘿，哇！我迄时阵叫因笑讲你家己规甲无去。我迄时遮久，我迄时阵甲迄个，嘿，我迄时阵甲我的观众的 ID 拢迄一个转盘顶过，啊开始装，我家己嘛刻我的名，我刻我的，结果用着我家己。结果一秒差不多过2-3分钟的时阵，我的路由器就无去啊，就歹去啊，网络就无去啊。安尼嘛是真趣味的，其实。这好个，我就痛苦，我就痛苦。好个玩真正的。啊，毋是安尼，你迄几工就完全无电动通耍啊？对，我就是一直开机，嘛无开机啊！我是原本是规台中线，我搁点等差不多4点钟，迄 OBS 伊会伫尝试迄重新连线。哦。啊，伊一直用，差不多用100届吧，50几届吧。迄伊会讲伊咧已经尝试重新连线，就50几摆，我就放开啊，我就关台啊，关电脑，看伊路由器，迄灯是电话机的色，毋是黄色的。毋过我就甲讲，暗色吗？是橘色，就是就是嘛。啊，我就甲讲，伊就讲哦，迄是阮迄大楼迄网络拢无去啊，等迄师傅来修。啊，结果佮等6日，啊，佮等下礼拜再来修才好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你转一转半，啊，规个迄个大楼的网络的转甲无去。嘿。哇！对，无对，我一差不多8楼，30几个人的网络用到无去。哇！规个网络直接用。好啦。所以我头早无去，我想讲，我是不是搁无去啊？无代志歹志，上辈你迄个毋是干那一个人咧受苦，规个大楼拢互你拖落水，嘛袂歹。我就歹势。其实嘛是安尼，免歹势。我相信因可能嘛，阁不离欢喜讲，网络爱来修安尼有较新的，无就话因可能练工嘛是阁歹去。我速度该较紧安尼。我这速度就紧，真诶。系啊，我咧家在，以前找迄租厝要租厝的时阵，找一间有电梯，网络阁足紧的，我无想要离开遮。哦，有够好诶！我租厝遮，网络是爱家己看，家己落钱。对啊，迄当阵家己看。系啊，就甲中华电信讲啊，因就家己来啊，因个讲通免费甲阮电缆升级哦，
嘿，所以我若是要偌济往事，我甲伊讲啊，伊过几工伊就会来用啊，迄是免钱的，毋过就是爱等，所以拄开始阮兜的网络无讲真好，敢若是100个迄款的，啊后来才就甲因讲，哦我要较紧的，无迄开台哪会有法度？无毋对。嘿，咱 VTuber 其实迄网络有诶拢爱用甲迄个做啥物啊？做大港诶才有法度。对，我有一摆去嘿啊，咧找，啊未找着一个人，我找着一间伊甲我讲有妹，哈？我讲哈，哈，啊我讲我会使一家欠吗？讲袂使，我靠背啊我还要直接创啥？啊你家己用家己的手机啊 WiFi 搁较紧讲，对我讲有妹想像大诶，有妹你我用一个，我看一个鸦片，我用对啊，那用上，迄我的画质拢调140P，我才会使看呢。看一个 Netflix 都无法度呢。我讲歹势，安尼我搁考虑者。哇！这是要说服啥物人诶？是要说服无咧用网络诶人哦。我嘛毋知即，马有人无咧用网络吗？我毋知呢。若准是迄个啊时大人，可能嘛会用手机啊。对啊，阮老爸买。可能若是家己大，若是家己的手机啊是吃到饱迄款的，可能嘛可能无差。要想讲啊无差嘿啊，平常时其实无差。嗯，可能我是知影有诶人嘛是直接手机啊，就开迄分享就会使，啊，毋过听讲迄较伤电池的对，若是开台的电池真正会迄烧起来会起啦。嘿啊，平常时若是咧查资料啊，用手机啊分享安尼其实伊电池就会正常呢。若是爱对啊对啊开台安尼，哪有法度？会着火，会发炉。嘿，嘿啊，哇，金马要困去，看你目睭刻刻要困去啊！客客，无，因为坐坐咧遐毋知，拄则无讲话，哇，啊镜头无听着我，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无，我想讲海里相对无聊，交太不久无，镜头无听着剩就变安尼。啊。嗯，哎呀，安尼咱哇，头仔讲甲讲甲毋知咧讲啥，对啊，我直都学要白搁转来讲饮料吗？会使啊。你去食饮料啊？啊，毋过有两个人袂当食咖啡呢。这下骹搁有两支讲啥物特别的饮料啊？哦，对，还是原底啥是有想讲会使继续嘿啊讲饮料。你敢有啉过啥物特别的饮料？还是怪怪的？我其实无算是啉过，毋过我正想要去啉诶饮料是迄肉干薰衣哈奶茶肉瓜，哈做干珍珠奶茶。哈，你是甲肉干切做粉圆，会迄个一粒一粒安尼？嘿嘿嘿嘿嘿嘿嘿，迄间叫做玉丝肠，嘿啊，其实我差不多3月的时阵，我都有看到啊，我都正想要去啉，啊，毋过后来都无去啊。顶礼拜我去台北的时阵，我正想要去啉者，啊，毋过迄当阵人伤济啊，所以无啉着。毋过我感觉我若是后摆搁去台北的时阵，我会家己买来食。嘿，我感觉这真正有够趣味的。期待你的心得分享。进前是毋是有一个号做啥物牛肉面的是哦？牛肉面的奶盖哦？哦，敢若嘛是有，迄是再15分钟嘛，还是倒哦一，间？袂记对一间。恁敢有啉过？我无。我无，我华人家禁止的饮料店拢无。哦，我是无想要出门，无我会使去迄再睡5分钟遐。哦不，过顶摆有啉过啊，无啉，赞。牛肉面口味的牛肉面，毋是，无糊涂的糊涂的。的。我是看到迄种足特别、足奇怪，我就无想要。
啊，你爱啉我正常唔敢，我唔敢啉迄种快快。什么其实香像菜？这香菜我都袂使。对啊，恁讲盐水哦，盐水迄都袂使。香菜。盐水嘛有饮料有，哇，就这人摕饮水来做饮料的呢。啊，嘿，嘿啊，嘿，对。盐水加食的啊，还是讲盐水拍好打啊，外粉的拢有啊。加对，哦嘿啊，加食迄款的嘛拢有，毋过盐水我实在是无法度。哦，我感觉通接受打的盐水，就是放伫一串心。你知影一串心是啥吗？宜兰的小吃，若是伫夜市啊，应该会看到啊，迄内底就是会加迄盐水，啊，毋过迄是打的，迄款的我阁感觉会使。啊，若是放伫迄羹内底迄款的，我都袂使，因为迄味实在是有够重的，无法度接受。哦，好，我即摆还咧想着迄甲盐水加汁，真正足恐怖。香菜麻糍草仔粿饮料。哈？查，我头早去查，真正有。这所以迄是草仔粿的口味吗？啊，伊用盐水加伫内底，还是我看一下哦盐水就是盐水汁，啊，佮内底有麻糍甲草仔粿迄款的。哦，伊麻糍甲香菜是分开的，盐水，佮麻糍，迄是料吗？嘿，迄是料，麻糍是料，啊，不是啊，盐水啊，所以你的数讲会数着盐水哦。嘿，伊个，Oh 够 my god！够哇，花生，够花生，哦，这是啥物邪教？伊个奶盖，怪，够奶盖，这是恐怖。迄收青草啊，收青草啊，迄个应该毋是无算讲是饮料啊吧？对啊，这是汤呢。块，大杯才70块诶。哈，这少。你北部遐大杯70块，啊，阮中南部才60块。哦，真诶。哇！啊，袂遮俗。迄倒一间的啊？我通啊知影无？要试看卖哦。一个清水茶芳。哦，清水茶芳哦。对。哦。伊的迄个。这可能花莲嘛无？我知影迄间是因为我捌看过一间，啊，伊的迄个迄做啥？柜台遐有写台文，写迄个台语，我就足欢喜的，所以我就知影有一间，做无聊。嘿，清水茶芳。对，我会记得伊扛棒有写台语，他的招牌有写台语，我就很开心，我就足欢喜的。啊，这个是花莲嘛是无的店。啊，恁遐有啥？我遐。嘿啊，较有名。即马正红的拢无。就是正红的迄款的，花莲拢无。正红是呢，偌红。嘿，都是。像马古啊，是清新贵的扛棒是红的。哦，马古清新是有啦，是有啦。哦，迄扛棒拢做红的呢。毋是，都是。哦，大家咧。少的可能无，嘿，可能都较无啊，都无一点。较新的、较少年的应该无安尼。嘿。啊，我嘛无，嘿，我是讲迄，大家拢开始少的迄款拄头时阵，花莲拢是无的。哦。啊，我嘛无介少年啊，我嘛毋知影即摆咧烧啥物呢？即摆有啥物较，大家较有咧烧的饮料啊？我嘛毋知，而且我嘛毋知。哇！其实我嘛毋知。还遮无一个少年人好。我拢去 7摕一罐乌龙茶转来，安尼就会使。啊，无我就啉水。哦，我嘛差不多，我嘛去7摕一杯迄个乌豆奶，我讲的豆奶就是咖啡。豆仔做的。我嘛较少啉新的店。啊。毋过啉咖啡对我毋对。啉咖啡对我来讲无效。哈？我嘛是会使困，对。
你嘛是中毒作深？迄种冰美式，迄种诶无加糖诶，安尼我啉起来嘛无好。啊，加糖甜豆有效？加糖嘛无好。哦，毋是糖诶问题呵。无，拢无。结果说明做无加糖无效，所以加糖就有效啊。伫我20岁的时阵，迄下暗若是啉咖啡，真正嘛是阁无效。啊，毋过即嘛袂使，真正下晡3点5点过去啉咖啡安尼，我真正规日拢困袂好。哦，好羡慕。我会使一直困。因为我其实真爱啉咖啡，啊，毋过真正袂使啉伤济。哦，这足痛苦的呢。就是通无就是中昼食饱安尼，可能通啊啉一个，啊毋过，就敢若一束啊，就一杯。嘿，若是迄 7伫买迄特大杯迄款的，还是大杯可能都袂使，啊中杯迄款的。哇！迄一工中杯都已经真济啊，搁较济真正下暗都免困啊。食啊，中杯嘛是食几喙都无啊。迄啉诚久呢，我啉诚久。哦，恁拢是豆豆啊啉的？哦，可能我啉饮料拢啉伤紧啊。嗯，我嘛是豆豆啊啉迄款的，嘿啊。我会使啉规工。嘿，一摆就啉一工啊，对毋对？对啊，我到厝伊个有。嘿啊。安尼我还检讨。哦，无啦，安尼恁即款的可能水阁会啉较济，啊，阮即款的可能一工饮料啊水可能嘛无啉偌济。对。我嘛是无啥啉水，我拢靠饮料，嘿，真正爱检讨。我嘛无爱啉水。对啊，饮料内底都有水啊，对无？无这30岁都知。我今年6岁。你回到你就知影。哇！这药师讲的话爱听。爱听，真正爱听。好啦。我以前有听过讲，迄少年的时阵，真正饮料当做水啉，迄无要紧，至少是水，嘛是有啉水安尼。啊，毋过年纪也是较大，都袂使啊。水还水，啊饮料还饮料，啊汤搁还汤。哦，汤搁还汤都无共，嘿，无爱啥物物件拢无加迄款的，才会使。而且水上好就是啉迄温的。哦，冰的搁袂使。冰的嘛袂使。有够痛苦的。哦。我读册是有一个，咱有咧讲啊，就是讲。上甲我讲养生的中医师，就是上无健康的时阵。这嘛是我之前迄中医师甲我讲，迄暗时9点就差不多爱困，啊，毋过伊迄开诊所开到9点，你家己都无做。我甲你讲，迄中医师吼，中医师伫大学吼，足无用的，伊拢读册拢读到12点、1点迄种，啊，无就是拢无困安尼。啊，问题是哦，伊出来工作，出来讲后，大家拢你遐较早困的啦。啊，问题是伊下班了，可能拢12点、1点伫。系啊，咱底下好笑。哇，这歹。好啦，中医师上高好笑的，真的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伊看减肥的，我伊是靠边个中医师，本来是伊就肥的。啊，问题是伊咧看减肥。啊，安尼人敢会无相信伊的迄个专业啊？毋知，伊讲伊身体嘛是袂歹啊。哦，安尼好，可能伊是知影安怎减。是身体袂歹就好啊。知影安怎减，毋过我无要减。是。对，就是安尼。你拢甲别人讲，我开啥啊？你要用啥啊？自费用啥啊？怎样讲了？啊，问题是，我去找伊讲奇怪啊，顶个半年前来找你时。你的面无遐圆啊！啊，为啥今日伊的面还愈来愈圆啊？哇！伊就讲上班无时间运动啦，伊大家拢安尼甲我讲。哦，嘛是啦，上班有时迄个食困拢无固定，身材早就拢走精。啊，问题是伊的别人拢是来看减肥的。哇！你感觉就好笑诶。好啦，嘛是啦，
就是道理拢知影啦，啊，毋过无一定做会到。我就这才是人啊！对啊，这就是人啦。是，就像就讲，跟张医生嘛是拢讲袂使啉饮料，吼袂使啉冰像诶。菜鱼。对，像菜鱼。哎呀，就像讲有个人嘛会问我讲，迄个安怎练台语较会进步？啊，我甲大家讲，我家己嘛无一定拢有法度。台语，你去找迄小老毛，甲伊测干胶练练。你迄可能直接互拍哦。你可能练袂着讲话哦，毋过练会着迄个得甲闪安尼，会做高走诶。最高照的是，等到练着身体。练身体嘛袂歹。应该讲这臭干辣椒是无完全无问题安尼。测干胶其实就好耍的呢。就好耍对诶。面哦，有时你有时吼去外口吼，拄甲伊对面啊，然后听伊咧讲，有时嘛少好笑。外口平常时咧网络有时常常有时我影片就是咧讲，看人伫遐骂，啊为迄甲迄爸阿母啊，迄物拢骂会出来啊，啊你母靠爸靠母开始骂，一路骂5分钟迄种，迄种是你咧听是看起来是嘛是一好耍的呢。安尼，我有一个想要问大家，毋知影有听过？是嘛是闽南的话，你会台通啊讲这吗？应该会使吧？趁迄个 YouTube 要听无台语的时阵会使，后摆听有都袂使。就是跟你阿妈去阿公。哈？这大家有听过吗？对，头前四个字是对人的阿跟你嬷，阿妈去阿公。客阿公是啥？嘿，都是客阿公是啥物？都是这。客囝的客我。之前有听过，有两种吗？一种是迄客服的，讲迄客服迄款的，啊另外一项是讲做迄土客兄的客。我其实毋知影，我正想要问，毋知影有啥人知影讲这到底是啥物？这我无听啥物过。款的？我无听过。我听我以前伫三星的时阵嘛是，咧住伫对面的阿妈，甲住伫对面的阿妈咧相骂，我都感觉应该是咧讲记起来啊，讲你阿嬷是头客兄安尼吧？毋知影，毋过就是跟你阿妈去阿讲，就是这。迄个，听起来应该是这个意思啦。然后有人有补充，伊讲干恁阿嬷客兄公，所以可能是恁阿嬷讨客兄。哦，伊讲伊细汉时国小听着。我嘛是国小，国中的时阵。安尼应该是嘛，就古老的物件嘿。我真还无听过。我就印象中就是阿嬷伫骂来，嘿，这我完全无听过呢。你阿讲的，真正好。哦，对。感谢好啊，嘿。我我看到哦，安尼这句话就无好听呢。啊，就好听，我唔听唔到。就无好听。歹势，我想讲你听的物件，而且每个就真正是安尼。哇！陈月讲建萌姐，你想要摕到马拉松冠军呢？无啦，我就去甲路边少年呢学台语喂。路边少年学台语。毋过我因为可能阮兜的人较斯文，敢是安尼讲，就是因较袂用台语出干辣椒，所以我基本上都无学其实阮兜到。的人嘛是安尼啊。我是甲我对面的阿嬷听到对面的阿嬷安尼讲的，阮都无人伫讲这，就像讲拄则讲迄十字果，嘿，还他烂趴迄款的，我真正嘛无听过。你无听过啊？你是安怎知影恁遐有人安尼讲？我看到影片伫讲迄宜兰腔。有啥物特别的用词？嘿，我才看到这，我想讲哈有无？
恁兜无咧我那讲，拢毋知，嘿啊，阮兜无得讲这。我真正有真正有什么鬼人拍火，你要定定有人咧讲啊。啊，规人拍火是有听虽然过啦。拍火有啦有，这较平常啊。阮兜有咧讲人拍，佮有一个所在是讲山啊，有一种有咧牛人拍山，迄一个品种。有人拍，我知影有人拍，嘿，现在是金黄哦，金黄吗？金袂记黄是有人讲安尼叫着，哦，迄度做牛人拍，可能是真正生做线，我毋知啊，我毋捌看过牛的。嘿啊，佮有一个羊人拍，哎，迄是另外一个品种是吧？毋是山啊，另外一种植物。哦，你真正知影足侪食物呢？但问题是我想袂起来是倒一个，但问题是有真正有一个植物叫做羊兰拍。哦，好，伊较早伫外口有人咧讲啊，就是即马较无咧走啦，无以前伫外口咧走是有定定会听到迄奇奇怪怪的讲法。嗯，毋知影以后人敢会感觉这无好听，反正会互伊一个新的名，就是有可能啦，毋知。就拢有啦，羊兰拍即马较无人咧讲啦，拢就是拢讲另外一个名，啊，问题是嘛是有人咧讲，毕竟就是上个有男的。啊是，讲的时阵爱听啊有。即款其实较好学，会互人印象啊，真深。嘿，是。你讲了，你就知影哦，这是啥？哦，好，安尼我知影，啊，你印象就深个，啊，哦，原来哦，这叫做有羊兰拍啦，我知影。好记。哎呀，美人嘛是安尼啊，美人会听就紧诶，什么目睭勾着喇吧，啊，你就知影喇是啥，目睭是啥。啊爸是啥呢？对啊，毋是拢安尼嘛？我较早嘛是安尼学诶啊，目睭勾着喇吧，你咧看啥？你无必要看咯，你惊啥啦？啊，甲我弄你是咧创啥笑安尼？袂足歹呢。较早就是安尼啊，我较早伫一个语言毋就是先过迄先学迄五四三。美人啊，那美。你是我53啊，啊，我中时就是听我同学拢在讲这啊，逐工咧骂啊，其实我嘛是你目睭咧看啥？你又无目睭哦，啊，你行路袂晓行哦，啊，看啥笑啦，吼，看你无笑啦。就是刚刚安尼骂，系啊，你是安尼骂了。你嘛是正搞讲咩呢？哎呀，看你无笑，还是你无难拍，你想要创啥哈？哦，啊，国中的时阵，迄正讲台语的人，拢真正都是较落寞安尼，拢讲到台语啊！啊，你若讲你班上的老真艰母就济，哦，苦安尼。你就真正做学了就足紧的。哦。恁平常时敢有咧卖观，敢有咧卖观众啊？无呢歹势，我就是啊，那你就是专门咧卖人啊？我就是无我是迄种。欺负我去听无台语。哎，对啊，趁伊要听无啊？哈哈，你会当创啥？你都听无啊？摕我无法。我就骂啊，快我去听无啊，无要紧啊。啊，观众听有着，甲讲，拢是咱可以讲无啊。这是学术交流。对，就是有一个人讲，我想要找迄种无咧骂迄种人看，啊歹势，我就是迄种，我就是迄种较定咧骂迄种。哦。因为有一寡人真正是无想要看，就是用规台伫咧骂顶嘛。我讲毋是真正咧甲伊骂，伊嘛知影我毋是咧甲伊骂，啊，阮就咧互骂，你知无？你是我讲感觉。所以总这是算讲是甲观众互动的。这好歌对，哦？互动就是就这好个的物亲件啊。对啊，就是就亲像朋友迄种关系，因为我的观众都是讲安尼讲啊，跟看你的台，就亲像我甲你是朋友安尼，就是互动的部分。所以你拢卖朋友？无，我袂，按讲我生游戏有时阵吼，伊对面的老母有一點仔會無去，啊有一點仔會扣轉來。哦，
就是迄种，按哥我开台时阵是就卖学我，我毋是，我是负面教材。看迄种袂晓骂人，安尼较好。可能有观众嘛是个真爱即款的讲。看大家是就是迄种各有所好啦，是安尼讲。定定讲，足侪人拢介意互主播骂，毋知？对，佮有讲你会使甲我骂无，甲我骂一句。还是甲我变68？对。无我甲我骂会当理解啦，就是互迄个美少女骂会欢喜，我会当理解。互变68表是爽伫倒位，我毋知。可能我无都体会。68表是真正毋知咧创啥。毋过不要紧，大家我欢喜。就是介意啊，讲68叫68，我要变68，咪安尼，就欢喜诶。是好客价哦，68好啊，变一摆600块来。我600块，我变你68表。嘿，是足公平。若是互我600块安尼，我甲伊变600秒安尼，我会使。一箍诶，足重诶呢。嘿啊，有够赚诶呢。好赚。其实对啊，我是较无咧骂观众啦，应该无啦吼。应该无吧？观众敢有人？敢有人想要听阿慧骂人诶？应该无啦吼。你安尼问就有啊。大家来讲，来。其实排队。我真正想无阿慧要安怎骂人诶。对啊，我真正无啥。伊是叫斯文诶，我真正毋知你要安怎骂人。我像我安尼平常时甲迄罗马迄侧干桥大诶，我个会晓个囝会晓有白讲。我电脑用中文较有法度骂人，但因为我你讲台语是上过斯文啊？无你甲我教。迄松个有啦，感觉拢无。都真毋是叫斯文诶。教一句，都真毋是都教一句啊？系啊，我袂记啊，我想过斯文啊，记袂起来。啊，要骂啥？啊，因嘛无做啥歹代志。嘿，这才是上大的问题。有当时真的是毋知影骂啥。好啦，试看卖笑。有咧试看卖哦。是调病介意红骂，想要无爱去看脑科啊？你这毋是来 YouTube 看这缘投咸水的阿慧，毋是互你满足这奇奇怪怪的迄个需求的好无？有奇奇怪怪的需求，请互我一寡奇奇怪怪的新代票，再个讲好无？要是做水的。才想来看起来像会淹水，像会黑伊咩？什么淹水？你讲我的头毛像淹水哦？你确定呢？可能是哦。迄才想看到，看起来是淹水，好，互你骂一个。什么意思？互淹水骂就会欢喜哦。尊重。好。你看有人讲假送。好啦，欢喜就好。这，这个人，啊，好，我真正无定咧骂人，真骂了就感觉怪怪。我平常时拢对大家足好的啦，这叫做反差萌。OK，嘛对。啊，恁敢有啥物反差萌的所在，会使分享一下？反差萌的所在吗？对啊，讲家己的，咱就都奇怪吼。系啊，我是感觉无啦，哎呀。就是家己保袂超车，会使学到家己。当然，我美少女呢，奈。哇！讲家己美少女，我嘛是要做美少女呢。系啊，爱先家己学落家己安尼。学落家己。还有主持。美少女是要帮迄去变数，拢是分行是安尼。嘿，我拢讲，我去变数，讲我去班会。啊，你去班哦？哦，这就斯文嘞。安尼系啊，我拢讲我要去尿尿。我拢讲我去变数，你抓干我一个。
啊，若讲有时要较久的，就讲啊歹势啦，我真巴肚疼啦，便所较久咧，等下。哦，嘛是较直接。啊，嗯，查甫人、查甫囡仔较无要紧啦。我之前有一届讲我要去厕所，因讲哈，你是互人夺舍啊吗？啊，无你拢讲啥？你拢讲要去尿尿？系啊，你讲哪会，即款哪会改变，哪会安尼？因惊着，系啊，想讲哈，活人啊是。哦，我问讲盐水要去便所爱讲啥？是讲我哦，我即摆是盐水啊，是无？我拢讲啥？你即摆变盐水啊？较早是两甲三，即摆是盐水啊？多谢，上无伤害我的角。啊，我拢讲去握会啊，我拢讲握会，还是洗手哦。我嘛有讲洗手，嘛有讲握会。我有听过做一个讲法呢，嘛有讲啥物立水会，你敢有听过？啊，水会哦，我嘛有听过，对。嘿，啊，着放尿，啊，佮有种蚵仔，你敢有听过？种蚵仔较种无，蚵仔无呢？种蚵仔是放屎，哦，嘿，有分放屎放尿无共。我查资料，我进前捌查资料，足无聊。啊，有听过，佮较特别的，或者骑奥多摆。奥多摆，嘿，真是都有咧讲这啊，啊是或者驾车，就是用的。有一种便所是迄个，有一种是会当坐，啊有一种是你爱裤底下，啊裤的迄种就生做做行李，嘿驾车，迄个姿势的，袂是咧驾车。我去驾车一个，我驾车有听过，驾车哦，你有听过哦？我无。我较早我高中是有人会讲，就迄朋友较实在讲我要去驾车啦。哦，哦，哇，朋友较实在啊，人讲我听无实在，讲挽回，还是讲你无就是讲我去放尿，嘿，哦，啊较实在有人会讲驾车，就是因为无就是直接讲驾驶啦，嘛是有，哦，驾驶有听过，嘿，直接讲驾驶嘛是有，足直接。嘿，就直接，驾驶较听有啊，啊你讲驾车有时我就听无啊。嗯，哇，这会使传承落去呢，这足特别的呢。这以后人愈来愈唔知啊。系啊，多人唔知。嗯，定开，因为可能去便所较需要用一寡词去讲啦。换一个讲法。嗯，我一个讲法无有时候有人咧食饭，讲这个就感觉怪怪。无啊，这嘛是人生的平常的代志，毋是？无啊，像我有一摆，因为阮兜我妹妹是中医师啊，我是药师，所以咱兜伫食饭时期是无啥咧讲，就是没有机会。嘛是搁较斯文就对啊。拢会讲，啊有一摆毋知咧食饭，毋知咧食，毋知讲着啥，就咧讲说，要食啥物件，你放屎会较顺。你直接咧讲。啊，问题是咱是外口食饭。那就咧讨论者，那讨论到隔壁桌啊，一直看咱。我就讲，你袂爽啊！一直看咱讲，你咧讨论啥？一直看。啊，问题是咱就讨论啊，就欢喜你的。头二啦，你头二啦。我做认真的。一直讲说安怎放啊？我就讲，有人就讲啊，食这吼放落哦，足大步的，一直袂使。靠腰。啊，问题是咱咧食饭哦，一直讲这。哇，食到的物件袂输，愈来愈臭芳。啊，咱兜是无差，因为拢一个药师一个医生啊，所以就感觉无差。你病医就定咧看的物件。哦，看较足惯势已经无感觉啊，是。哎呀，因为病医的变数其实就太高的。哦，这我迄是真正的。迄就因为病医的变数。迄尻川，迄病人的尻川应该讲生较歪歪。啊，毋是讲大家人状况拢做好啦。哎呀，应该尻川拢歪歪，你就去内底，咱就互我看一下，哦，拢可以喷到墙壁拢是呢。是安怎喷的？哇！地中我人在说喷的墙壁拢有呢。而且马上大概拢是塑料无偌久，3-4分钟内一定会有内底有物件。哦，那就喺对人再扫一摆。
教授，恐怖。系啊，我讲病院的病所，迄病人卡真唔知是安怎生。应该是世界歪歪啦。有人讲因阿嬷毋是讲放屎，拢讲大便，你敢有听过大便？无呢，无我嘛无听过，我是知影书店有，啊，毋过我伫生活中毋捌听人安尼讲。哦，其中直接讲放屎较济嘛，嘿，较直接。放屎放知尿，啊，系啊，鸭肥啦，鸭肥，哦有啊哦肥，，鸭肥，阮兜嘛阿肥我知讲。影，阿肥有。嗯，好，咱这话题较芳。我刚唔知安怎讲较遮来，对啊，是安怎会讲到遮嘛袂记啊？原底是要出干难叫唔。知。我对就是出工交着啊，啊出工交是嘛是定定咧讲这啊。哦，讲一寡西对啊药啊，上基本的美人就是你去食屎啦，哦，即种的嘛是啦，通常都，应该是上基本的啊。通常就是西药啊，酒掺人的厝内人安尼，系啊，哪像拢安尼。使个无就是开始靠背靠母。是。好，毋知影大家啊，毋是有人开台拢会开迄种卖倒的，就是骂倒台，啊，通常都卖去酒掺人斗死人，啊，即种的通常是咧卖啥？因为我毋是美少女啦，我较毋捌。这骂倒台都在干嘛？我敢若有开过一摆吗？哦，啊，已经是真久以前的代志啊！你拢安怎讲骂啊？当阵是互大家互我台斗词过，应该是吧？咁样去人拢斗啥物？我看我搁找有无？咱来看用台语安怎骂。讲法就是你即个就是一般是袂错干叫啦，就是讲你这个大笨蛋，你这种诶。你生甲就安怎，你那个 A 类病就肥的啊，还是啥？有人想要互安尼骂哦？系啊，就是开始骂啊，你的病安怎啊？啊你安尼那会拢伫厝啊？哦，拢无出门结。果是安尼啦，无洗拢无出身躯门啦，无洗身躯就臭的啦，规身躯有一个油栽味啦，油栽味啦，有在的味啊！哎呀，要油仔的味道。讲啊，你起来讲我咧洗身躯，规个就臭的，啊，看起来就三工无洗身躯啊安尼。你有研究哦？你拢介意互骂即种的是？无啦，有时会看到啊。哦，计是你有咧听咧。无。哦。较早我有固定咧找人来我台。台甲你骂。讲时我会找一寡台词互伊练啊。哦，对你嘛来对对。背练台啊，嘿啊。对，我进前去的时候，啊，毋过我的你互我的迄个台词拢足正常的呢。哎呀，啊我嘛是嘛无讲做有无正常的好人啊。是啦是啦。哎呀，我嘛是有摕一寡无正常的啊。嗯。对，看观众投啥，我就讲啥嘿。嘛是对大家足好。我是毋是应该爱开一个迄个骂倒台啊，台语限定的？安尼嘛是会使的啊。哈，我毋知影敢有人想要听我讲骂呢，因为我毋是美少女，我自卑。你是袂呢？我最近咧拍电动，然后咱遐有一个讲话是嘛是足斯文的，问题是你会听到伊为个伊若袂爽就讲靠，伊会讲靠，我即个败类啊，即个即个冲啥小的，伊嘛是会讲，啊听着就感觉就反差的。你平常时伊讲话都种足斯文的，啊问题是伊若听袂爽起来哦，嘿听着就感觉就怪怪，平常时那会为个，伊若会讲即句话安尼。哦，有的人嘛是介意这种感觉是。哎呀，就感觉反差怪，萌，就是这种反差，所以就感觉讲，这是平常时袂做的代志的，看起来毋是伊会做的代志啊。哦，所以
咱拢叫伊斯文败类，敢是安尼用诶？啊就是真正因为伊常常咧讲，但问题是伊诶声足斯文诶，哇！但是伊常常咧讲，你若袂爽就一直讲。哦，这可能有个人做介意。嗯，好，有哦，你有观众朋友叫你紧开。叫我起声对麦克讲垃圾话，你讲的垃圾话是 dirty talk 哦，无爱，迄个较哦，贵，暂时无啦，应该毋是 dirty talk，这 TikTok 应该要另外加钱才有。爱迄个立钱才会当听哦。一个月啊8箍，用台湾话 dirty talk 爱想一下呢，爱研究一下。哇，好，安尼讲，大家有啥物佫想要讲的，还是咱今日其实嘛差不多。拢会使。哇塞，我就讲今日这天气足好困，毋知影大家有想要较早休困？我是拢会使，啊，也是先互大家看最近有啥物要宣传的无？最近我后礼拜7月28号是3周年，嘿，啊，即几工就是即礼拜开较济台，可能嘿，差不多都是自拜三到后礼拜一拢有，嘿，拢会看到我。啊，拜四是甲佑星合作的新歌，嘿，通大家同齐来听，嘿。哦，所以你的28号是后礼拜，所以你的一礼拜是为礼拜开始的。差不多啦，差不多。我拢是为拜开始呢，请问另外两位？拜一哦，我为拜六就开始，你为拜六开始，现在是为拜啦。拜六我哎嘛，安尼我，嘿，了解。六萨基上，敢有啥物想要宣传呢？我是无，因为我最近都咧休困，啊毋过差不多8月9月时阵，我的3.0新的形象哦，有新的，拍摄我也在讲。会使，不要紧，自由。好，哦，开始了，就是我会有新的形象，就是不是穿原本衣服，我会换一套衣服，就是全新的，对。我会就那天也会开台，但就也不确定是哪一天啊，但预计是8月或9月这样，差不多是8月到9月啊，最近都咧休困较侪。8月9月嘛，真紧哦，7月要结束啊。我的妈妈足紧的，这技能刚就甲我讲，你看，安尼会使无？我就紧的，啊，毋过差不多是8月到9月安尼，啊，个爱等到工课做较稳定的，啊，两个安尼较好调试安尼，一边几台，一边做工课安尼，才会使来讲。最近都咧休困较侪，除非我无聊，然后想到要开。大家看缘分吼。会发文啊，就基本上就是全图发的意思啦。嘿，最近是全图发。对啊，那 VTuber 要哪做 VTuber 哪做工课嘛，足忝的。就是对，3位拢无简单啦。我可能有较自由，真正足钦佩的啦。银伯敢有啥想要宣传的？我最近是无呢，我就后礼拜因无代志，想讲，因为后礼拜拄好去上课，所以我就找3工。上课迄3工，我想讲，按时无啥代志，我要来写咱有书的题目。你是讲国课？因为咱国课对，因为咱今仔日有书那考了呢。新的有书那考出来呢。
今仔日那一批新的出来，所以想讲好啦，后礼拜拄好去互迄替代役掠去上课，我想讲好啦，我来上课了无啥代志，对，后礼拜要来写题目。哦，趣味趣味。对啊，我想讲啊，隐无代志写3工。嗯，希望我写会过。对啊。啊。就安尼尔啊，其实我最近嘛无啥代志，因为最近真正病院欠人，哇，无啥代志去做物件，哎呀，无啥时间。这拢无简单。真辛苦。对啊，这大家吼，若是去互医生看吼，就是爱知影讲咱这度的医师、护理师还是药师拢都辛苦的，啊对因较好的、较有礼貌的，多谢。真正较有礼貌的，病院内底就歹做的，即马无人想要当病院啊。嗯，有听讲都会使去诊所，拢去诊所，无人想要伫病院。哦，好，啊，拄好讲到遮，拄好我嘛会当好宣传，就是最近前一阵啊，甲可惜有写一条歌，或者95嘛是小可有讲到，就是即个甲叫做啥，做迄个医疗即度的人吼，一寡做辛苦的所在，甲写伫内底。啊，虽然我毋是食即度的，好听。对，啊，毋过这条真就好听啊，真的，有影去听。对是啊，那要不我上班会放这条呢。敢有影？我上班开车时，我会把这条放摕出来放的。哎呦，我嘛应该甲即条放伫迄个，因为阮兜是大人嘛会驶车，啊，伊的迄个车顶的迄个音乐拢叫我关。我应该甲关入去啊，该关入去啊！对啊，我想看卖，佮有啥要宣传的？我遮应该嘛是，甲平常时差不多啦。啊，我即礼拜有，要安怎讲？因为我一礼拜吼，甲李卡上无共，嘛甲六沙期无共。我一礼拜是为拜一开始，所以我要伫旧的即个礼拜，旧的即个礼拜，或者我即礼拜无做迄个街访啊，后礼拜开始佮会继续做耶。啊，大家会使去看，耶，就是安尼。好，啊，敢要甲大家讲再会。我要讲再会，大家再会。大家再会。耶，拜拜。好好啊困，明仔日搁要上班。哦，嘿啊，明仔载搁爱上班啊。讲这艰苦的，讲这种，讲这种人无爱听的。爱互大家转去迄现实的。好啦，这欢喜是暂时的安尼。来看我要飞去倒位，看卖。啊，安尼哦。来看要降落去倒位。我马铃薯电脑真是反应足慢的，真正是。来看，大家要听唱歌还是要创啥？好，无咱来去听人唱歌好啊。咱来去听人唱歌，咱来去找星野依依。好，安尼，大家就做伙同齐飞去遐。好，甲大家讲拜拜，再会。拜拜，再会。爱困，通好困啊。好困。